传心法要，黄碧山断际禅师著。同河东配手集并书，黄碧断际禅师元灵录。有大禅师发为虚运，自杭州高安县黄碧山求放下，乃做起六祖之德孙，西东北中之法德，独配最上乘而文理之应，唯传一心，经无别法，心体亦空，万缘聚集，如大日轮。星虚空中，光明照耀，情无牵碍。静之者无身躯，无千亲；说之者不力理解，不力宗主，不开好友，直下便是。运念即怪，灵修为本佛。故其言简，其理直，其道准，其行高。四方学徒望山而处，观象离我，往来海众，上千余人。有会昌二年堪于中年，自山迎之州，客良县市，但识文道。大中二年，堪于远陵，复去礼营至苏部，安居开元寺，但识受法，体离机智，习得一理，佩在心印，不敢发扬。今恐入神，正义不闻于未来，虽出自。受门下经泰州法见，归固山寺，广长寺，问长老法众，以往日常所亲闻，当义何如也？时当大中11年10月初8日戌，书为修月。诸佛以一切众生，唯是一心，竟无别法。此心无始以来，不沾生，不沾灭，不青不黄，无形无相，不属有无，不计身躯，非长非短，非大非小，超过一切限量。名言，总则对待，动体便是。动念即怪，犹如虚空，无有边际，不可测度。唯此一心，即是佛。佛于众生，竟无别异。但是众生得上外求，求之转实。师佛密佛，将心促心，强劫进行，终不能得。不知色念忘路，佛自现前。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为众生时，此心不减；为诸佛时，此心不添。乃至六道万行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收添。有言即是，言实即灭。若不决定信此是佛，你欲得上修行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。与道相怪，此心即是佛，竟无别佛。亦无别心，此心明净，犹如虚空，无一点相貌。起心动念，即块法体，即为德相。无始以来，无德相佛。修六道万行，
欲求生佛，即是次第。无始以来，无次第佛。但我一心，经无小法可得。此即真佛。佛以众生一心无二，犹如虚空无杂无坏，如大日轮照四天下。日升之时，明遍天下；虚空不暂明，日灭之时，暗遍天下。虚空不暂暗，明暗之境自相灵达。虚空之性，跨然不变。佛及众生心亦如此。若观佛做清净光明解脱之相，观众生做孤独暗昧生死之相，作出解释，历好三劫将不得菩提，为得上故。为此一心，经无未尽虚法可得。即心是佛，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，便以心上生心，向外求佛，得上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无一切心也。如肢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塌不碍。无灵所，无风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此者不敢入此法。空落空，无切迫处，故妄崖而退。内界讲求知见。所有求知见者如魔，悟道者如觉。文殊同理，普行同行。理者真空无碍之理，行者理想无尽之行。观音当大慈，世智当大智。为魔者证明也。精者圣也，明者相也。信相不异，故号证明。诸大菩萨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离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学道人不向自心中悟，乃于心外得上此境。皆以道背，恒河三者，佛说实说。诸佛菩萨释梵诸天，不离离过，说亦不虚。牛羊通移，暂他离行，说亦不怒。珍宝形象，说亦不贪。粪尿臭秽，说亦不恶。此心即无心之心，离一切相。众生诸佛竟无差别，但能无心，便是究竟。学道人若不得他无心，累劫修行将不成道，被三乘公行驱色，不得解脱。连证此心，有地级，有闻发一念便得无心者。有智实心，实住实行，实回向，乃得无心者。有智实地，乃得无心者。当地得无心乃住，经无可修可证，是无所得，真实不虚。一念而得，以实地而得者，功用恰奇，
境无深浅，其是历劫往受辛勤呢。作恶造善，皆是德相；德相造恶，往受轮回；德相造善，往受劳苦。总不如言下便自任处本法。处法即心，心外无法；处心即法，法外无心。心自无心，亦无无心者。将心无心，心却生有。莫去离意，绝子思义，故月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初心是本源清净佛，人皆有之，顺动含灵，与诸佛菩萨一体不二。只为妄想分别，造种种业果。本佛上实无一物，系统寂静，明妙安乐利益。深自我立，直下便是圆满具足，竟无所欠。纵使三期精进修行，历史地位及一念净时，只证原来自佛，向上竟不添得一物。临观历劫供养，总是梦中梦为。故如来云：我以安了菩提，是无所得。若有所得，能成佛，则不与我受记。幽云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处本源清净心，以众生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无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无异我相。处本源清净心，常自原明遍照，世人不悟。只认见闻各知为心，为见闻各知所惑，所以不度精明本体。但直下无心，本体自现。如大日轮生于虚空，遍照十方，竟无障碍。故学道人为认见闻各知，思维动作。空却见闻各知，即心路绝无入处。但以见闻各知，处任本心。然本心不属见闻各知，亦不离见闻各知。但莫于见闻各知上起见解，亦莫于见闻各知上动念，亦莫离见闻各知密心。亦莫舍见闻各知处法，不即不离，不住不着，纵行自在，无非道场。世人闻道，自佛开传心法，将为心上别有一法，可证可处。虽将心密法，不知心即是法。法即是心，不可将心敬求于心。历千万劫，终无得力，不如当下无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历史埋下泪珠，向外求觅，周行十方，终不能得。智者知之，当时自见本主如故。故学道人昧自本心，不认为佛，遂向外求觅，去供养行，以此地证历劫勤求，永不成道。不如当下无心，决定知一切法本无所有，亦无所得，无依无助，无能无所，不动妄念，便证菩提，急证道时，只证本心佛，
历劫公用，并是稀收。如历史得主时，只得本业主，不管向外求觅之力。故佛言：我以阿耨菩提，实无所得。恐人不信，故因我眼所见，我耳所言，真实不虚，是第二谛。